让咱先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在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无论阮拄到什么款的境遇，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地，保守看顾阮。当阮欢喜得意的时，主你互阮学习感谢的心，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当阮忧伤丧志的时，主你有缘教阮三甲地地，你的恩典教也阮用，扶持阮、安慰阮、保守阮，互阮会当面对生活中间无共款的挑战。阮要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当阮搁一遍，伫你的听启敏下面，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借着主耶稣基督，会当搁一遍甲你亲近，甲你相交陪。求主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遍来启示阮、祝福阮，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主啊，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阮无论献诗，无论诗会、诗琴、传讲信息，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地，用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真实甲你有亲密的沟通，透过这服侍的人的帮助，互阮将阮的心灵甲诚实完全表露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是阮的主，阮特别也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保守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特别是未来伫暑期有无共款青少年儿童以及成人的事工，求主亲自带领看顾，互阮透过这事工装备兄弟姊妹，也透过这事工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互更侪人来认捌你。是阮的主啊，阮求你教阮三甲地地，保守教会所设立的大个机构，这机构所做的服务，会当互被服务的人明白，主你的听是遐尼丰盛伟大。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心所爱的乡土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互阮伫即个土地顶面得到你的带领、保守，互阮的政治、阮的经济、阮的社会，拢充满主所赏赐的平安。我必是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也互台湾的正教会会当负起主你交代阮的使命。将真实的听福音分享出去，互更侪人来得到救。亲爱的主，阮有听见到有风台要来接近台湾，可能会经过台湾，恳求主你保守看顾，这风台无抵到，互阮得到太大的损害，反倒会当带来雨水来。互阮解决阮夏天欠水的问题，求主保守看顾一切。阮也看见到这个世间有源就充满真济人为甲自然的灾害，求主亲自介入掌权做主，互受苦的百姓会当得到讨帮。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阳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阳光。咱三个来吟诗阿乐上帝，新圣诗第298首，新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愿来敬拜，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万官能听阮的爸上帝，你用尊荣威严做衫穿，用光做外袍满，天地拢是你智慧的创造。阮对大自然中看见上帝你奇妙作为甲恩典。阮们一世人对你唱阿乐的歌，荣耀上帝你的圣名。愿你欢喜接纳阮的诗歌，我们因为你心内欢喜快乐。阮感谢你，互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领受你所赐的平静安稳，对你定心得到快乐。你们人的上帝，我们悔改来归于你，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撤销阮的罪。
尽力阮的性命。我们谦卑伫主耶稣面前，求主将你的道路指示阮，伫一切服侍的顶面，拢遵探主的旨意，互人真正得到利益，通将一切荣耀归伫主。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头，你知阮的欠缺，阮恳求你为阮备办合你心意的牧者，替你来牧养羊群。阮也要为着教会，要伫今年10月19号甲26号举行的中职选举来祈祷，求你赐阮智慧，互阮毋是照人的面貌来看，也毋是照阮的意思来竞选，是照你的心意来选出有公义、仁爱、敬畏你、充满信心、合主你所用的人。求你保守阮的心，顺服你的带领。听惜台湾的上帝，求你使阮有智慧甲勇气，互阮伫社会无公义时，通徛出来守护真理。求你显明公义伫台湾这个土地，互执政者甲民意代表拢有固守台湾的心，除去个人甲政党政治的需要，真正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甲人民的生活来尽忠。阮恳求圣神用主爱扶持亲人死世的兄弟，互因伫患难的日得到安慰，也求主医治坚固阮的同工兄弟姊妹，互因伫身体痛痛或是心内忧闷寡虑的时，无论伫啥物所在，拢要信靠主耶稣的名得到快乐，领受主所赐的信心，对病痛中完全好起来。因为主耶稣是活命的源头，你对死人中国活。感谢主，今早起你要通过蔡主任牧师来传讲信息，愿圣神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意义。阮的祈祷无完全，我们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三甲讲：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行，伫地里像是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地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大家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9篇，启应文19篇也是诗篇95篇，伫圣诗后面的第29页。来啊，咱就摇花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这是要请圣歌队带领咱来学乐上帝，伊要吟的诗是你扶持我，你扶持我。
感谢上帝一生不时地扶持咱，愿水的诗歌成做芳芳的祭。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5章15节到19节。箴言第5章15节到19节，伫现代台语译本1219页，现代中文译本813页。箴言第5章15节，着啉家己水池的水，啉家己井内出的水。你的泉水减通满到外面，你的溪水减通流去市场口。伊只有属你一人，毋通甲别人公家，着互你的水泉受祝福，着对你少年的时所娶的某得到欢喜快乐。伊亲像可爱的乐母，水的山羊母。你伫伊的行前不时得到满足，伊的爱情互你时常恋慕。今早起，蔡主任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听家的智慧第4讲，拒绝情欲诱惑第2篇。听家的智慧第4讲，拒绝情欲诱惑第2篇。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继续咱顶回所讲的题目，就是这听家的智慧的第4讲。咱顶回是讲拒绝情欲的诱惑的第1讲。咱今日要继续这个题目。咱顶回分享的是比较较消极的方法，包含3项重点。唔知大家敢会记住吼？就讲咱要抵挡这情欲的诱惑。就是爱顺服真理，爱闪避伊，而且爱计算爱付出的代价。咱今日要继续对较积极的方向来拒绝这情欲的诱惑，要领受上帝话，进入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讲做阮生命的帮助，互阮。生命伫你的话引出来面，会当行伫你所喜爱正路顶面。求主亲自教阮三甲之地，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话语的奥秘，照安尼去行，来得到利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咧讲即个爱家的智慧。咧讲这拒绝情欲的诱惑吼，可能咱在座有一寡人是单身吼，或者是要进入婚姻，这拢袂要紧吼，咱会当照上帝的话吼来领受，会当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如果咱有亲人有朋友拄着类似的代志的时阵，咱嘛通透过上帝的话。甲因做伙分享，所以这个信息其实是分享给大家的。咱顶回我讲过，咱有讲拒绝情欲的诱惑，是兼顾咱家庭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意思是讲，有真侪家庭被破坏，其实就是因为情欲的诱惑。所以咱爱学习安怎去面对这情欲的诱惑。咱顶回讲较消极的方法，就是爱顺探真理，照上帝话来行。第二，就是爱闪避伊，毋通接近伊，毋通想讲我会当超越过这个诱惑，所以我毋惊，我袂当安尼。咱爱闪避伊，而且爱计算。当咱陷入这情欲的诱惑的时阵，咱爱付出的代价是啥物？今日牧师要讲2点，这2点就是较积极性的。第一项就是要拒绝情欲的诱惑，其实上较重要就是培养家庭中间夫妇的感情。因为夫妇的感情若好，迄个撒旦就找无迄个空旁来攻击。其实咱来理解就是讲，
会拄着情欲的诱惑吼，其实伊的根源毋是在外在诱惑，拢是内部出问题。内部感情就是已经无感情啊，所以伊就想要去对外面找感情。所以你若内部感情坚固，夫妇的感情真好，外在的引诱就无可能产生。所以咱就是爱先坚固内部的这个感情的问题。根据这东海大学简春安博士的研究，伊的统计，讲台湾的所有的婚姻内底，毋是基督徒是所有的婚姻内底，只有10%，10%的夫妻是亲亲热热啦，就是真感情真好。40%是叫做不冷不热，无烧无冷，其他50%叫做水深火热，所以咱看这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真大的问题，真侪家庭拢拄着这款的问题，兼且有人讲牧师啊，你讲的这3项我拢毋是我无亲亲热热，我嘛无不冷不热，我嘛无水深火热，我是忽冷忽热，就这句歹去的忽冷忽热，但是无论你今仔日的婚姻的情形是安怎，我相信上帝话拢会当帮助咱去坚固咱的婚姻。首先咱先来读一段，咱拄则无读的但是有那是出自箴言，这句箴言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一定要了解。伊讲智慧会当互你抵抗甜言蜜语，要引诱你的妇人人，这妇人人对家己的丈夫无忠实，袂记即家己神圣的约定，咱爱注意者伊讲袂记即神圣的约定誓约其实伫迄个现代台语译本是翻译做袂记即上帝的约，袂记即上帝的约。伫遮提起着一个真重要的假释，婚姻是一件契约的代志，契约的行为，就是婚姻是一个甲人拍契约、立契约的代志。当一个人立契约了，伊就是爱去接受迄个契约的精神，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为什么咱基督徒拢会来到教会举行婚礼？咱的婚礼是一场礼拜，像咱昨昏就有举行婚礼，婚礼是一个礼拜，这礼拜中心是上帝，所以婚礼上较重要是安那？一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誓约，所以牧师一定爱教导上帝话了，我一定会讲恁已经听到上帝话，恁若心内甘愿，恁就用正手相牵来誓约，这是婚姻礼拜中间上界重要的一项，因为伊这对新人是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两个人要拍契约。通常拢是牧师来问两个问题，就是你敢有要对你的另外一半忠心？你敢有要承认？你敢有确信你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因拢讲愿意。最近这几场的婚礼新人拢来我要求讲，牧师，阮除了你来我问以外阮阁想要对对方讲阮心内的誓约。我足赞成这因为是家己写的，是因心中所要讲的，讲出因对对方迄种心内的疼，讲出因对对方因要誓约的内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婚姻是一个契约的行为，当咱甲别人拍契约，咱就是爱照这契约的内容来执行，若无就爱处罚，对无？
啊，一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拍契约，因就是爱教育去三款待，教育去互相对待，因才会当领受祝福。啊，若无，就爱处罚。处罚是啥物货？处罚就是因婚姻的破坏，啊，就真艰苦。这上介大的处罚。所以牧师要用今日所读的经文，互大家三项提醒。这三项提醒是帮助咱去接受咱所讲的这个誓约。第一项就是爱重视。咱对遮所读来讲，你爱啉家己水池内的水，啉家己井内的活水。这是犹太人的俗语啊，意思是讲，上帝为咱匹配的另外一半，是上帝准备好的，会当互咱伫生命中间，互咱生存的迄个活水。咱知影一个人若无啉水可能无几工、3工了，这人伊就无活命。所以另外一半是上帝匹配互咱。互咱的生命会当存活落去的活水，所以咱爱伫咱的另外一半的身上找到爱情的满足，会当维持咱生命灵性的活命。这就是爱安怎爱重视。我拄则讲过，婚姻是一个契约的行为嘛，所以咱真爱重视去遵守契约内底的内容。爱照内容去行，才会当领受祝福。要重视的表现，就是安怎爱专一。经文安尼讲，你的泉源敢会当满出去外面，你的溪水敢通流伫街路顶面。独独你一人，袂通甲外人做伙用。咱知影。伫即个井内底的即个活水是真清、真甜、真甘甜的。但是你若满出去了，外面就有真侪土沙，就污染即个井水。河水嘛会相共，你若河水落去甲鸡饲，真侪垃圾的物件粪扫，染做伙了，这活水就垃圾去。咱就袂当去啉。所以这对咱讲咱这个水泉咱的爱情爱专一，袂当满出去真侪疼拢会当分享。咱知影希腊文内底有4字疼嘛？牧师大家讲过，第一字是philia，philia这是友谊之疼咱甲朋友中间的疼第二叫 storge， 这 storge 就是亲人中间的疼。还有一字是阿加佩，阿加佩是上帝对人无私的疼。这三个疼因拢会当分享。你甲别人做朋友，你会当甲足侪人做朋友，友谊的疼，菲利啊。你迄个亲人的疼，你嘛会当分享。你会当听你的囝，听你的某，听你的亲人，听你的朋友，就是讲亲情，这亲人的疼，这当分享。上帝来的疼，佫愈会当分享对上帝来的疼，咱即个无私的疼，会当甲别人分享。独独即个疼叫做 eros， 这 eros 这疼就是男女中间的爱情的疼。这唯一的要求就是安怎专一，爱重视。这种疼袂当甲别人分享，袂当甲外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这种疼袂当，这种疼是自私的，是一种爱情的疼，是要求专一圣洁。所以这就是这个疼的要求。你要专一，就是你要学习一件代志，献身。中文翻译的圣经安尼翻译讲，你要对家己的某重视、专心爱伊。所以美满的婚姻就是爱学习这个功课，就是专一的
献身，要做到忠实甲专业，就是爱专业的献身。美满的婚姻就是爱有献身。献身的意思，卫生的意思，就是讲爱约制家己，爱限制家己，坚持到底。限制家己的自由。意思讲，当你对一个人讲我愿意的时阵，就是对其他的异性讲我无愿意。这样代志我要专一，我要对这个人完全献身。献身为身，互婚姻变成最伟大。所以这三项咱一定要记牢的：忠实、专一、献身。这是爱情、婚姻，坚固婚姻的是真重要的要素。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还常常去思考，咱到底敢有享受伫咱的婚姻中间？上帝互咱婚姻，主要是伊爱咱伫婚姻中间会当得到幸福感，会当享受伫中间，毋是要互咱忍受啦，毋是要互咱忍受婚姻。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所以你爱掠家己的某做满足，爱甲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乐。伊真可爱，亲像某的鹿，伊的摇脚互你感觉喜乐，伊的爱情互你常常恋慕。这个提醒咱，婚姻是上帝互咱一个祝福。目的是互咱享受伫婚姻的生活中间，享受伫即个婚姻的快乐中间。一生上界幸福的代志，就是甲咱所疼的人，做伙到老，一世人陪伴。因为这是咱人生中间一个介要紧的关系啦，介久长的关系。咱会通甲咱所疼的人做伙到老，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将你也是讲将伊接走，这关系较暂时结束，有一天搁伫天顶要相见面。彼得前书的作者嘛，安尼对咱讲，恁做丈夫的爱按照情理，甲你的某同大，因为伊比你较软弱，甲你做伙承受生命的恩的，所以爱敬重伊。安尼会互你的祈祷无阻碍。这彼得前书的作者伊提起了一个真重要的观念，讲你若甲你的另外一半上界亲密的人关系无好，你甲上帝关系嘛袂好，你的祈祷会受阻碍啊。意思讲，你连甲你上界亲密的人都袂当维持好的关系，你是免甲上帝维持好的关系。所以咱一定爱尽力去维持夫妻中间的关系。夫妻中间的关系不是自然而然的关系的好，你要经营，你要付出。这是每一个夫妻拢爱了解。无讲啊，自然对方就安尼永远听你，无可能。你爱经营，爱适当去制造一寡人讲真心时刻，互对方感觉你真正疼伊。这款经营出来的婚姻才会美满，才会快乐，要自然而然产生。所以牧师有几项建议，咱今日其实无这个时间啦，牧师简单来建议几项。第一项就是，恁爱适当的沟通，一定要有沟通啊。现代一寡夫妻会产生问题，是因为真正无好的沟通，伫财务顶面、伫囡仔的教育顶面、伫价值观的顶面无沟通，现代人受到真侪代志捆绑，咱过去是受到电视媒体，我捌看一个资料讲，这是美国一个杂志所做的统计，讲一对夫妻一礼拜单独两个人讲话时间是28分钟，一礼拜却是开47点钟咧看电视，
啊，这是过去啦，即摆人较少咧看电视啊，即摆人拢看手机啊，吼。啊，手机啊若无砸出去吼，赶紧个等于摕吼，太太无砸出去不要紧，有人咧顾车吼，比顾某较迄落细腻吼。车若去磕着，安怎吼？哇，心痛，安尼艰苦足久吼。太太伫咧加扫，伫咧流鼻水，根本都无去插伊吼。所以互相关心是非常重要。要互相关心的第一步就是爱有沟通啊，爱有沟通吼。其实我今仔有准备一个沟通的方式啦吼，但是咱今仔无时间通讲吼。但是就是爱尽力去表达咱对对方的疼。咱伫还未结婚之前，咱常常去约会，讲话拢讲袂煞，讲规矩拢讲袂煞，结婚了反倒当。这种甜蜜的时刻拢渐渐失去，所以这就一寡机会，安排一寡约会的时间，去做伙看电影，做伙去看欣赏博物馆还是安怎，欣赏一寡美术馆等等这些代志，去食好食的物件，做伙散步，做伙开讲，但维持咱家己婚姻的关系，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爱接触，有人带做伙，但是拢无接触，咱爱做几项真重要的接触。第一项就是情绪上的接触，就是讲咱会当用一寡较感性关怀的话语来交谈，毋通安尼，拢安尼例行公事的代志，咧请安，毋是安尼，咱爱真正去讲迄个话，去感动着对方的心。咱会当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工作的压力真大，为了家庭付出真济，伊的气力，咱会当适时表达咱对伊的关心，互伊的情绪会当去得到满足，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叫心理上的接触，就是迄个知识层面的交流。咱可能甲你的另外一半学无共款的物件，譬如讲，我是学理工科学的，我的牧师娘是学音乐甲社工的，所以阮学的领域无共款，关心的物件可能无共款，会当互相沟通，牧师娘一寡较科学理工的物件，伊毋捌的，可能会问我，我若知影，我就甲伊分享，我对一寡音乐。还是啥物？社会科学的代志，我较无清楚，来请教，伊甲我分享，这种交流嘛是真好的一种彼此分享。无共款学习的领域，会当互相了解，这是真好的接触。身体顶面的接触，咱做夫妻，当有一寡亲密的动作，譬如讲。你爱想看你偌久无拉你的另外一半揽的，互伊感受到迄个疼，咱的人性本身就需要即款的接触，所以咱能利用咱到单独的时间，两个人有一个较亲密的动作，这身体的接触嘛是人的需要，最后一项就是属灵的接触，常常做伙祈祷，常常做伙读圣经，彼此代祷，彼此祈求，这是夫妻中间上介好的一种接触，因为起做伫上帝中间的疼，是上介坚固的疼。最后一项就是提醒，就是爱互相欣赏，虽然世间无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嘛无一对夫妻是完美无欠缺。但是你也要去欣赏对方的优点，对这个优点咱来学乐，爱来感谢。比如讲咱的另外一半可能用这个心思煮一个真好的物件，互咱食，咱就来学乐出来，学乐几句安尼以后就好了通食，伊若拢无要讲，伊若无要煮互你食，
所以毋通袂记这娱乐，娱乐会加强咱家庭的幸福感，互咱的家庭愈来愈好。总共一句啦，幸福的家庭是上帝真大的祝福，咱来去把握，咱来坚固咱的家庭，互咱的家庭得到上帝的祝福，咱也生活伫幸福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神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互阮真大的帮助。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享受家庭的生活，享受夫妻的生活。我们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287首，圣诗第287首，救主我爱就你，请咱起立金转手。
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做奉献的祈祷。请主耶稣，感谢你加做阮家庭的主，恳求你为阮创造纯洁的心、正直的灵，通抵抗情欲的引诱甲试探，互夫妻彼此忠实，互相扶持，伫你的保守甲稳定中享受美好的关系，彼此祝福。恳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所做拢通行通。求你感纳阮奉献的金钱、文书甲时间，我们用一生来服侍你，荣耀你的名。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无罪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要来请蔡牧师来介歹势先来做报告请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请咱掀开周报的第7面。牛埔增加寓所的消息，中级信徒训练课程的第2期圣经怎样读？
日期是7月19、8月23、9月20、10月18，拢总有4节课，拢伫拜六，时间是9点半到12点，讲师要请连进雄牧师，地点要伫9楼的议厅。对象是要邀请现任的董事甲未来的董事拢会当来参加，也欢迎任何有感动、有兴趣的兄弟，拢会当来参加，无限是本教会的兄弟。报名的方式咱会当扫这个 QR code， 也是9楼的罗静婷干事来报名，伊的教会的分期是221。详细的课程的内容请咱会当家己来看周报的第7页。再来是补充的报告，7月份到9月份的中保大岛者开始接受报名，有日期要参加的兄弟，请陈美贤教恩师来报名，请咱即时会当做伙来看一段中保大岛的见证影片。35岁的时候，婚姻走到了尽头。一天早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所有负面的情绪一涌而出。让我决定开法师，结束生命。当我静静的等候何时中毒死掉，突然听到一个庄严有力的声音说：“假如火灾发生，害别人死掉，你要怎么办？”我那时想，我不想害别人，就把瓦斯关了。接着又听到那个声音说：“回家。”当下负面的情绪完全被涂抹掉，我就出门回娘家。婚姻结束后，换了新工作。很多同事非常热心，带我去认识各种宗教。虽然投入了时间与金钱，但是什么感动都没有。就这样子过了14年。一天上班的时候，突然又听见那个声音说：“回家。”隔天我就去找一位信主的同事，告诉他我想信主，请他帮我买圣经。我很快的看完了整本圣经，之后他就带我去受洗。受洗后，每周有去附近的教会聚会，每天也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阅读圣经，也有参加小组合唱团。几年下来，圣经也读完好几次，但是圣经章节却记不住多少，甚至每周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也会睡着。后来在与牧师有想法差别下，就离开那间教会。我再去找那位信主的同事，跟他说想去他聚会的教会。他热心地邀请我，那时刚好教会有到10分服侍的团队在找人，我就参加。除了服侍的过程中有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以及体验到很多主的同在以外，我发现我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我也不在牧师讲道的时候想睡觉。儿子在那间教会受洗后，想要找附近的教会，辗转就来到双联教会。同样的，每周参加聚会，每天照读经进度读经，也参加教会的装备课程。但是每次想去传福音，想带人信主都不顺利。3年前，我注意到牧师呼吁大家来参与中保代祷事工。我当时心想，我可以胜任吗？如果不能完全配合教会的安排，是不是会影响教会中保代祷的运作？后来请教牧师，克服所有的疑问后，就参加了中保代祷事工。在服事过程中，同样学到新的东西，以及体验到更多主的同在，对圣经也有更多的了解。去年我和2位信主的同学在闲聊时聊到，圣经中好像很少提到生病的时候该如何祷告。今年4月的第1个主日礼拜开始前的祷告的时候，听到主对我说以西结37章，我心里很惊讶，原来我们平时讲的每句话主都听到，并且也给予解答。第2个主日礼拜结束后，订阅时正在为儿子祷告，听到主对我说，今天奇迹要降在王玉善身上，我超开心，因为我知道丰盛的生命、上好的福分将降临到我儿子身上。5月1日，和2位同事去慰问一位1年前丧子走后走不出来的同事。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他脸色灰暗，神情虚弱。一开始他忧愁的不参与我们的对话，用餐也说没有胃口不吃。当我开始分享认识主的过程与得到从主来的
恩典与平安，慢慢的开始参与对话，也开始用餐。结束聚餐后，分手前他对我说：“你是个属灵的人。”此时的他面带微笑，而且脸色好了很多。这个庄严有力的声音引导我出黑暗入光明，垂听我的祷告，带我信主，解答疑惑，报好信息给我，甚至使用我这器皿，带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去安慰灵魂受伤的人，让我知道主在我一生的过程中陪伴着我，并适时的对我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参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在事工的过程，不仅能帮助别人，更能体会到主的同在，领受到更多主的恩典。感谢主，愿圣神互咱的感动，咱等下就去高楼找美仙干事来报名哈。这时要来请蔡牧师来介绍咱这次的候选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20月份要选举一个咱教会新的同工吼。有一寡新的这次的候选人，来，这样子吧。有一寡新的这次的候选人，牧师会借着2礼拜时间来大家介绍吼。咱今仔先介绍第一批吼，目的是要大家对因有较明白的吼。我会介绍因的名，甲因伫教会中间所做的服侍吼。其他因的资料吼，咱将来会做伫咱的公报栏内底有因的相片，下骹有一个 QR code 吼，咱会当起来扫，扫了就有因的见证，甲因介绍家己的影片吼，咱会当对安尼来了解吼。因为这为什么要提早甲大家介绍吼？因为咱来理解就是讲，咱咧选举的时候，有时咱无啥捌即个人，咱就毋敢来选吼。咱目的就是讲，嘛讲大家当提早了解因，认捌因吼，知影因伫教会中间咧做啥物款的服侍。因为咱根据咱的法规，咱选举就是爱超过半数，吼，爱超过票出色的人的半数。才会当选，吼所以你毋通讲咱即次要选28个，我尔捌10个，我选10个尔吼，安尼有可能会人无到半数吼，咱就无法度组成一个完整的即个团队吼，所以咱今日介绍第一批吼，咱对年长开始介绍吼，这毋是特别安排，这是对这批年长开始介绍吼，第一位是蔡正德吼，这甲我共名吼。伊伫教会服侍有圣歌队员、天母台小组的组员、书宪的同工、男声合唱团的团员，甲咱礼拜日有道球队吼的同工吼，蔡正德吼。第二位是徐慈莲吼，慈莲。伊是圣歌队的队员，天母台小组的组员，伊捌担任过咱教会检校委员，吼，徐慈莲，吼。第三位陈嘉伦，吼，陈嘉伦，伊是儿童主日学国小组的教师、老师，吼，教社委员会信徒委员，第一堂礼拜献诗的同工，吼，跟陈嘉伦，吼。第四位是曾子恩，曾子恩，伊是参与迦南团契主日学老师甲第一堂礼拜献诗的同工以及圣歌队曾子恩来第五位是陈凯伦陈凯伦，凯伦是翻译小组甲第一堂礼拜的诗琴，甲投影片的播放同工陈凯伦，来为第六位骆祖嘉，骆祖嘉，伊是儿童主日学国小组带领敬拜甲分班的老师，葡萄树小组的同工，有主领礼拜甲主日
落主家。来回王永慈，伊是英语牧区的司琴，咱拜时有祈祷会时阵也参与司琴，以及英语牧区的敬拜团的团员，这个王永慈哈。来，第8位是林维信，维信是立位手中团的敬拜团的美团的团员，甲儿童主日学老师、总务委员会甲圣乐委员会信徒委员维信，来第9位是李国超，伊是咱第2堂特别的敬拜团的团员，儿少牧区的高中组的辅导，甲团保委员会的信徒委员李国超。第10位是唐英宏，英宏是参与迦南诗班，甲天母小组的同工，甲书宪的同工，唐英宏。来过是刘嘉文，嘉文。是咱第2堂特别的敬拜团的团员，儿童主日学国小组的老师，新手相连盲朋友的交代，教社委员会信徒委员，咱幼儿园周末亲子营的同工刘嘉文，来最后一位是林千佑，伊是数位发展委员会信徒委员，甲第2堂咱特别的敬拜团的团员，咱第一批先介绍家，大家渐渐明白伊，会当选择上帝要选择的人，咱搁一边鼓掌，但鼓励者，好，没错。咱29，咱会介绍另外一批，咱伫遮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来礼拜的兄弟，才有几位。第1位是黄凤基姊妹，社中教会，欢迎。第2位是邱英辉兄弟，邱龙辉弟兄。来过是蓝浩伦弟兄，无伫遮，来过是陈玲文姊妹，伫外面，好，其他到第1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若无请遮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好，多谢。咱三个今上映第511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请咱起立。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写阮强受摧残，